知點樣去澳門先係最快？搭船 No， 搭車 No， 就係佢啦！啱啱去完澳門，人均200幾蚊就可以食勻3個澳門街市熟食中心，超好味、超滿足啊！第一個就係全澳門唯一海景街市沙梨頭街市 ，Window Seat 任你坐，無限睇海景，食物有好多唔同嘅選擇，一定要試呢款開心果醬配梳芙梨醬同埋梳芙梨都係店家自製，好重 nuts 味同埋蛋香。另外推介埋大大碟嘅即炸九肚魚，熱辣辣啖啖肉，份量仲係平時食嘅2倍添㗎。跟住就係地膽必去嘅下環街市，推介大家一定要試呢檔牛雜，我揀咗牛舌。炆得好腍好入味，配埋獨家辣椒醬，味道層次即時提升。飯桶仲可以食埋煲仔飯，你睇成個底都係飯焦嚟㗎。又或者可以食蝦子麵，滿滿嘅蝦子鋪面。甜品就食埋澳門傳統紅豆餅作結。但未完㗎，第3間就係 CP 值極高嘅祐漢街市，必食鳳爪牛雜車仔麵，味道濃郁入味。另外就係勁多人排隊嘅自家製餃子，仲有呢款澳門蜘蛛包，即係芝士豬扒菠蘿包，包脆豬扒軟，一啖有多重口感。另外好特別嘅就係2溝涼粉豆腐花，加埋花奶仲幾好味㗎。食飽仲可以去埋祐漢街市公園嘅 Samuel Character 夢幻花園打卡，超得意啊！如果你想要晒全部地址，留言澳門美食，我 DM 你啊！